雄呢個成語，佢嘅故事出處喺左傳春秋時期啦。晉高想攻打虢國，但係晉國同埋虢國之間夾雜住虞國，必須借道才能出兵。晉國大夫舉式建議咧，就用厚禮賄賂小利嘅虞國國君，換取借道嘅機會。虞國大夫官之奇極力反對，佢以唇亡齒寒比喻兩國嘅唇齒相依關係，勸告咧虞軍咧，如果虢國滅咗咧，虞國都冇辦法咧獨善其身。虞軍咧被晉國嘅美翁寶馬所迷惑啦，唔聽官之奇嘅勸告，借道咗俾晉國。晉國成功滅咗虢國之後回頭咧，就順勢滅了毫無準備嘅呢個虞國，印證了唇亡齒寒嘅警示。呢個故事字面意思係嘴唇沒有了，牙齒就會感到寒冷，比喻雙方咧關係密切、利害緊密相連，一榮俱損。大家好，我係張震天，今條片到呢度啦。如果你中意嘅話，就 like、share 同埋subscribe。如果大家想繼續介紹成語，就留言分享啦。